5月9日星期六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那時候，在耶穌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，還有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和瑪利亞瑪達肋納。耶穌看見母親，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，就對母親說：女人，看你的兒子。然後又對那門徒說：看你的母親。反省，呢啲係耶穌臨死前所發生嘅事。佢擔心自己嘅媽媽，佢要佢嘅門徒若望照顧佢。除咗天上嘅愛，地上嘅愛，佢都表現得極致最好。我哋諗一諗，點解若望稱自己係耶穌所愛嘅門徒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耶穌選擇咗佢照顧佢嘅媽媽，有咩意義啊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祈禱意向，祈求中華聖母代禱，願佢祝福中華大地子民平安喜樂，多認識天主，信賴基督，好使葡萄樹長滿果實，感謝同讚美佢。行動回應，誦念聖母經，並向聖母像行鞠躬禮，以表示對佢尊敬。